喺份後生，大部分嘅人可能都唔會去問，路為會講用呢一嘢的喲。不過向下嘅時代，後生人已經會開始社會老化嘅壓力的。就衛福部嘅統計資料講，今年3月底，台灣上65歲嘅老人家已經有331.23人咧，卻係我哋總人口嘅14.05%。台灣正式變作為高齡社會。按算到125年，我國的老人家嘅比例會到20.6%。如果係超高齡社會，如果係滿50年，如有一代人上65歲。為到嘅滿足未來社會對長照嘅需求，行政院對去年3月初月開始實施長期照顧10年計劃2.0，執行嘅年齡好公用呢，睇初體位數有多按多乜嘅困難呢？向下嚟關心。新竹縣峨眉鄉係順坡嘅客家莊，從未都可有一間看顧老人家嘅中心，接送堂喺度聽老嘅歌聲。很不好，無聊啦，老了也好身體啦，老人家要有大夫要做收音頭了啦哈。哎呀，像今年唱歌啦，搞唱歌啦。老年人口比例超過25%嘅峨眉鄉，係全台灣前高齡嘅5個鄉鎮嘅其中之一。故數2年前無負擔農村生活產業發展協會成立嘅亞洲日間通道中心，按呢種嘅獨居嘅老人家，平常時就有人聽看顧，後生人就做得安心去做事。我媽係有帕金氏症，有差唔多有20-30年嘞，冇日頭家下，我做那些事，想我叫伊看一下老人家，講伊行路怠惰，這個日頭中間，我就是有辦法，還有時間吼，在天天都做些啦。味道還唔係痴呆啦，不看冇乜人啦，是愛自家庭啦。哦，來到呢下度盤哦，講梅啦，哦，唱歌嘅啦，打鼓啦，唔過呢下今年哈，還冇經費哦，請先生來教我呢度啦。前院內路係前台嘅問題，唔過老人家天做愛人看顧，呢度鄉鎮有少利用用啲嘅閒嘅空間，成立像安陽嘅日間通路中心。唔過地政府嘅長照2.010年計劃 ABC 級嘅照顧方式當中，也嘅20條聽看顧嘅中心，而且冇提供冇按家10年嘅服務，故數都係唔合乎4級嘅紅農長照站。比較還沒有人4點，那都關懷據點的加值版嘅就是拜日到拜五，哈，愛共識。4據點哈，係因為政府嘅都政策，哈，目多啊，我哋本身體驗是這樣做嘅，105年是這樣做嘅，做到今年將形象，哈，應該下半年啦，哈，是會做兩件事情。確實做到財體老化，106年開始實施嘅長照2.0，重點就會委託 ABC 3級嘅照顧服務整合起來。A 級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，由到福卡嘅服務同日間嘅看顧兩項服務。B 級嘅複合型服務中心係福卡嘅照顧、日間看顧同結構照顧其中一項服務嘅單位。4級嘅紅農長照站係由鄉下食飯、促進空間、增厚性能嘅一條服務。不過對較綜合嘅素材來講，為申請做4級點，自家要先出一條大馬條嘅錢，係動態嘅壓力、動態嘅負擔。長照2.0呢種東西啊，他說相對有看得到，有動態嘅利用啦，但是你看。唔對樣我接手去做咧，係一隻重要嘅問題。經費，一隻社區唔係財團，冇錢好貼連按多錢好出去啊。雖然講補助有補助嘅錢100萬，
但是到半年后样又调钱下来，半年后最少要贴到40-50万，下期那有40-50万我贴了。政府嘅目标係每個鄉鎮時期至少要有一個 A 級點，每個國中後期至少要有一個 B 級點，每3個村里至少要有一個 C 級點。同時會有交通車來去接送，唔過我們鄉也下冇辦理點，就算一間通路中心係4級點，老人家會出現交通沒係問題。其實大位數是親近的啊，大位數離的照顧的位數吼，可能2-3公里，你去行路來嘅，嚇，基本冇公車，嚇，乜個東西是冇，咁 Andy 如果去載佢，咁咩就負擔。就衛福部107年新嘅的最新嘅資料可能出來，現時全台灣韓國外島總共有343個 A 級點，2172個 B 級點，韓國1085個 C 級點。用107年本地按算呢393個 A 級點，1100個 B 級點，1735個 C 級點來講。現時將 B 級點有達到目標，估數政策就調整過。我們在做了一個政策上面的一些調整，就是 A、B、C 不再綁在一起，好，那就是 A 可以尋求哈，以前就好像是直營了哈，那現在是加盟，每一個 A 哈，它可以找許多的 B 哈來這一個跟他合作，也可以找許多 C 來跟他合作，哈。是用這樣的方式把它解開來說，不一定一個 A 要配幾個 B 幾個 C 這樣子。106年以前有4個鄉鎮，就是包括湖口、竹北、新埔跟尖石，那一共有4A、7C 跟7B、14C。哦，那在新的話是預計我們在下個月哦，因為經過一個審查部分呢，會希望至少在新增4個 A。然後20個 C 左右，那不過的確就是在我們這一波提案的單位，有一些鄉鎮後來是有發生一些困難。唔單止係新造案樣，同南投未共用有這行嘅困難。國姓鄉來說有13個村，那現在有6個 C，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，一個村也還不到一個，那是真的有點是少，但是老實說。這個建立這個 C， 它也不是說那麼的簡單，要有在地的人力的支持，要有人力的導入，然後加上說，在地這個 A 單位，它是不是也有心去做這樣子一個輔導？又打尾係南投縣重建協會設立 A、B 級點，現在協會係同921大體堂嘅仔面聽重建，結團先應付建設過後，天天嚟轉型做老年服務。唔過圖重造2.0傳統過後，執行起來並唔順利。那我們過去日照中心就是符合日照中心它相關的一些規定，那但是在2.0，它要求我們設立長照機構之後，它會有不同的政府其他的單位、其他的部門進來，那去檢視我們各個角落。那畢竟因為我們學的是老人照顧的專業，那有時候對於建築上面、對於消防上面，我們確實是會有一些盲點。除提建築法規經修正，執行單位特殊特約以外，南投中了用嘅2天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，頭下馬愛情比數就請唔得到。但是一樣，在中寮我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，因為這個找空間的部分，若是沒有政府的介入，事實上是很難的。因為找空間，你有可能會除了這個空間的供銷安，合不合這個規範，這是第一個。光合規範已經很困難了。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在於在地的部分。在地的社區對於日照中心、對於老人的服務這一塊，他也沒有辦法接受，所以又會有一些的反彈啊。為到為自己重造相關機構，唔得其成立嘅困難，啲推動嘅本土老年福利基金會，就啲推動市政府提出嘅彈性做法當中，簽到嚟對策。
后来其实，在台中市它有弄一个叫做虚拟 A， 那虚拟 A 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整合？其实无非你就是针对服务使用者，你能够去整合多项的服务进来嘛。那这个中间有一个蛮关键的角色，叫做个案管理员，针对那4大包的一个照顾服务的组合，你能够去做一个照会，那这样子你就能够成为所谓的虚拟 A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推动之下，其实台中市的那个 A 单位是涨得比别的县市快。也就是讲 ，A 级店无看天，无卡夫妇同一间照顾机构，係經過成立嘅按管理員來整合各項嘅需求同服務。因为如果在过去的那个框架里面，我们这里没有提供日照，我们是不能够所谓的 A。但是因为我们有伙伴他去上过个管员的一个课程，他取得个管员的资格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A、B、C 都有。科長未建議政策天初會有彈性，按你卡綜合嘅素材會執行，真唔會上咗要填統唔得。那小至偏乡的一个小小的部落也好，或是区域，到说一个社区的发展，其实这个都是偏乡的政府，或是说他们必须要去思考的。那还有就是松绑可能性的地方，譬如说庙宇的前面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啊，好。或是不一定要有规定说一定要在哪一种范围之下才能够服务这些人。第一个，我们借由前瞻基础建设那的这一个社福据点的扩张，这样子来计划，让各个县市政府去找出他们的闲置空间，那来提升来提供出来，变成可以作为C据点的这样子的或者甚至于是 B 里面的日间照顾。我们跟内政部还包括建管跟消防的部分，去做了一些协调，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，那让这个法令的这个限制那尽量能够松绑，让这些服务的据点能够出来。政策會推動天初會經費，從照2.6嘅錢係對2歲、3歲同正2歲來嘅。現時前月有來路，電動係講現時政府唔知按樣嚟做，前面唔知按樣嚟事。我們預定是1年大概是300多億的預算來執行。那以去年當然是第一個年度剛開始的時候，那有一些預期心理，所以徵收的情況沒有原先估計的那麼好。那這是也算是。其實也是預期當中的啦。那今年下來的話，其實就逐漸的這個如我們預期的數目字在進來。比如說去年全國的經費的執行率，可能全國大概就是60幾%，我們新竹縣也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比例。補助的設計是中央設計的，那是不是有到所有的那個就是需求？像我們剛剛說，用在該用的地方，還是說它就丟一大筆錢，可是我們不見得有這麼好來做一個使用的部分。那可能每年这样反而会剩下不少的预算的问题。另外，中央对從照2.6嘅建造建修正嘅方式，未實質到基層而言，做到兩腳無搭梯，又唔知按樣嚟掌控。包括比如說在 ABC 的部分就很清楚，它有做一次比較大的滾動式修正，包括本來 B 單位是有補助，然後到107年之後，原有的 B 單位不補助了，那單位都說那它要怎麼樣的？轉型，或者是他還要不要繼續做？然後包括現在的C 單位，他說可以單獨提案，那不需要 A 單位的賠率。那我們本身新竹縣是認為說 A 單位的賠率還是重要，因為C 單位在照顧專業上面還是不是那麼強。這種滾動式修正絕對是必要的，因為我們每年老年人口可能會增加差不多30萬。那如果依照過去推估的這個失能率那就會差不多12% 左右，所以大概每年會有3萬的失能者。那但是我們的訓練的這些照顧服務的人力的話，可能永遠都追不上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步一步的一些計劃來進行，不可能說一個制度然後就一直都不動。政策啦成上好來將來做，捱到做得慢到啊！而到咗啲花下長嘅時間嚟計劃，嚟攞政策上好嚟。而講滾動式因為多人都喺變啦對外頭嚟講得動態負擔啊。
重州2.0係一項10年計劃，雖然政策架嘅意圖執行空模，按上會照顧維度係卡動議，不過執行年能內，意圖要重州市區嘅民眾係喺唔啲用嘅提出申請，各責點也係唔係意圖，韓國政策見修正，是知道執行單位唔啲用嘅掌控。政府應該愛免整下來看，按用嘅章行卡合乎嘅度地方嘅市區。